我係舉鳳，我係一隻藝術家，做藝術家朋友嘅咖啡館啲，定隻老朋友，點二咖啡，聊一段客家嘅風法。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舉鳳。今年呢暗上風法，上到一隻後生年嚟做呢個節目。後生年都養凱族，凱族係從花蓮嗰邊過來為到嚟錄影，當從花蓮坐差多呢族別嚟邊呢錄影棚來做一隻錄影。其實像凱族嚟係因為凱族啲下對做嘅事情，其實很多精工設計。大家做看一下啊。胸口嘅呢隻當中有一隻蜻蜓，蜻蜓做一隻凱族啲下做一隻作品，所以順後嗰隻法號就係上面訪問一隻藍面嘅一隻就是謝老師送俾我嘅胸花，到到今年嘅凱族送嘅一隻蜻蜓俾我，就攞啲蜻蜓挺到法當關係啊。對啊，你先向凱族了，然後大家問候一下。大家好，我是花蓮來的凱族。然後今天很高興可以來到節目分享我們的創作歷程。其實凱族你剛剛講到，其實你精工設計一件事情因為講到設計你讀花蓮來其實我想到花蓮它都是山，它都是水。你講嘅中國咧，你講嘅嗰種山水畫，一開始看山係山，看水係水。這個包括一段看山冇天嘅山，看水亦冇天嘅水。行到後邊就係食一個，看山真嘅係山，看水又真嘅係水。其實一隻動態嘅變化到嘅山水畫地方所以對你嚟講這個你本來係學咁樣學精工設計嘅？不是，一開始學乜嘢？做生物科技。生物科技。對。人哋都講像葡萄糖啊。靈芝萃取啊，那樣類似那種。類似，其實生物科技產業很大，它可能從細胞，然後到醫療，然後到一些就是所謂的真菌，像我們喝的養樂多，它也可以算是生物科技裡面的一種。養樂多也是。對，因為你只要跟活體有關係、生物有關係，我們都可以算是生物產業的一鏈這樣子。唐有人生物科技，你還當熱門的科系啊？很有未來感的一個產業為什麼放棄？剛好我念的那時候是生技最熱門的時候，就是大家都說生技前途無限，對，就是念生技很好啊。然後所以我的成績也還可以，就去念了這個方面，因為我覺得我對生物還蠻有興趣的。那其實我已經念到碩士畢業之後，才出來社會，才發現，好像就業環境沒有這麼理想。因為台灣的市場很小，它不像國外有比較大的醫療體系，他們可以 support 一個藥的產生是20-30年，從臨床1、2、3到可以真的人體應用。那就台灣的都是中小企業比較多的話，其實願意提供這麼多的資金和資源去做開發的人，真的太少了。那我們培養出很多就是像我一樣的生技人才之後，我們出來找不到工作，找不到一個適合這個應用產業的工作，那我就覺得很可惜。那因為我自己一開始念碩士的時候，我就是設定說我希望我能夠走產界。一般我們的學生出來之後，可能留在學校單位做研究助理。像以花蓮有很好的慈濟、門諾，他們可能在醫療界裡面也是做助理。那我那時候是覺得我想要做產業應用這個區塊。那在花蓮也是工作2年之後，覺得好像就是發展受限，對，沒有像預期中說，有比較好的，譬如說升遷管道或者是進修的機會，所以也因此就是才去自己研修第2專長這樣子。所以你的第2專長就是你給你看到的精工設計。對，做精工。先問講，你先賣精工的產品，也係開始先做？先做。先做。對。所以其實係先要學，學精工呢件事情，你還有乜制度嗎？其實最早期的時候，我一開始興趣就是我在念書的時候，其實因為壓力很大。其實念生技很多人很容易留級，就是因為壓力太大，對，就是沒辦法順利畢業。就重修一些。對。
然后，所以那时候其实就会做一些抒发压力的，我就做一些画画、彩绘的创作。那刚好就是因缘机会，就还蛮多人喜欢我的创作，我就是坚持着有一些在卖自己的创作。那念书完之后，其实我就发现，我包含工作这2年，其实都一直在玩一些手工业的东西，那都还蛮有兴趣，而且很容易上手，我都没有花时间特别去学。那就是工作之后发现，觉得应该好好学一门技艺，然后因缘机会在职训局就是参加了他们的那个精工班，然后在职的时候假日就去学精工。那时候才真正认识精工这个行业，以前就喜欢做一些小饰品而已。那小饰品其实像串珠或者是一些小东西是不需要特别去学，对。但是接触到精工之后，才发现其实精工它的分门别类很细，它需要的技巧或者它需要的一些资源，其实跟我们一般手作不太一样。对，那才一头投入这个里面那样子。我先问一下个，因为讲到两个，就是说老一直当创业为手工文化有动态的关联哦。这个我先问一下，对你来讲你先向国外大品牌，你其实你睇个糖度你就记这个大名的，不过呢 ，George Jensen、Cartier、Tiffany、还有 Chanel， 也抢不住喺几只国家当创业一只产业。就像Chanel 给到法国创造了多少的这个经济产值啊？没有？我觉得像这个，它就是一个动态一只事业。不过其实台湾冇去发展那条路，到目前为止，当然当到新的你开始投入设计，开始投入品牌，投入动作哈，你会不会将来慢慢讲那部分？但是如果其实精工这一件事情，其实给做的发展到像国际，你刚刚讲到 Tiffany、Cartier、Chanel， 那样一只程度去，当然当唔系一年就做到的啦。所以讲，来看就台湾的精工设计，你们按慢吗？因为应该是整个台湾的市场产业链不太一样。那这些品牌，刚刚你提到那些品牌，他们都是可能是100年的品牌。你要在10年内创造一个品牌效益是有困难的。当然，我们的其实台湾工艺也不输人家，但是就品牌效益来讲，它是积年累月的。那你必须投注的资金，或者是你去做品牌的曝光，这件事情其实是无形的成本。那就精工来讲，其实本来台湾的市场小，就又没有一个相应的大集团可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相对的就是台湾的环境就没有办法说这么的友善。那其实台湾很多人才他们都流到国外去，为一些他们大的品牌愿意招揽一些人才，愿意把好的资源用高薪去笼络住。可是台湾就没有这个机会这样子。细对我来看啦，就讲其实你台湾同西咩哦，就是细点的呢。细点地方其实有当到人才，因为你其实以前有一段算呢较好的发展。没经历过这种代工时代没过去，所以有老的师傅，有手工当好的样，没有像那样开出那样新一批的人想要学的件事情。当然乜该100年产业全部都图迁走的去体验开始呢。不过100年、200年一定有体验的哈。那这边体验的问题是吧？还不当然，如果你要变到100年，时间当到技术。当到品牌推广，当到行销，当到政府的产业一种完整的资源的整合，当复杂，冇咁简单，当然冇咁简单。不过我想法就是讲，手工、纯手工、精致的纯手工，我知道可能对台湾的未来向上嚟到，我知道其实係一条路。所以讲，你要开始体验，韩国你要行係當然哦。不過因為你冇搶到天然資源，你生態資源其實最後生年，因為後生年冇嘢，而現做第2個做，係不真有可能變成講嘅，我講100年啦，先做一隻50年嘅基礎起來，你呢隻東西做50年嘅，就像你本做紙人，佢做得做嘅木匠手工嘅木匠，佢做得做30年、40年、50年那樣。佢做幾十年都做嚟，有的全部
几十传到第2代了，给诸位变都讲党中央。对，所以我想不是灰心哦，青春就讲你还开始体验，因为我这个对台湾的后生年做精工那件事情，精工设计，我知道其实是一条长远的路，所以今日涂在节目里面看到开出从精工出发，当然一开始是大家当看好的生物科技，你看2个高材生转过来，蒙来讲我打从完全不会，原因就会因为这个精工产业也是适合当聪明的人去长期发展，佢唔係夠神奇，因為佢有可能變成下一隻 Tiffany， 下一隻Chanel， 當然你可能會超過50年、100年，這樣有辦法去做到。如果你喺某年開始去做，你永遠都做唔到。所以對我嚟講，你投入咁樣嘅工作嘅人，當然可以台灣最優秀嘅人去做這係真確嘅想法。下一段你來看開做樣嘅做嘅精工。你下一段再来谈从第2段开始进入到你的精工的整个细节去做。好，我2年之内我一定要考到很少人有的这个证照，所以从早上8点就在老师的工作室待到晚上8点，每天就扒着老师学东西这样子。老师的工作室里面来来往往的都是一些精工的老师傅银楼的老板，然后一些可能打金的师傅。然后他们来看，他说一个女生学这个这么吃重，你学不了啦。就越被别人说学不了，我就越要做。大家转来到节目地位，甲你老开主。讲到佢让嘅推造当好嘅生物科技转到精工那条路了。不过人生做咁样一条转片，有时候当到问题会出到家庭当中了。你不看爸爸妈妈对你转得好，做得好，有乜嘅想法？其实我爸妈一开始还蛮反对的，对他们会觉得说培养你念到硕士毕业，然后怎么就突然就说要去做精工。那可是因为可能我当时也有花一点时间跟他们沟通，那我爸爸他们就觉得可以接受。那妈妈其实也一直都还蛮支持我自己为自己负责啦。对。那等到开始创业的时候，其实父母亲会很担心，因为可能有一餐没一餐这样子。那在制作的过程里面，像我们做公益，不是说做就有收入，对，也花了一段时间是。让自己可以养活自己这样子。不过得到家人的支持以后，自家其实没开始想要去做这件事情。而且想一下，因为刚刚一开始有讲到，你都给资讯所的精工设计班有学过。不过睇啲好东西做安样师傅两你们会不会全部考去教了？然后两门以后会不会发生乜嘢事情？一开始学品红，它是比较，就是学校单位他们在教的话，是真的很入门。因为像精工这个产业里面，其实它分的别类很细。那可是你花了半年的时间学到之后，它其实会辅导你考丙级证照。那你拿到证照，我拿到证照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想说，如果我真的要从事这个行业的话，那丙级是不够的，因为我不是念设计出身，我不是相关的。就是背景出来的，那如何在别人眼光当中认可我有这门技术？所以后来我就去拜访了一个，就是算是在业界里面已经做30-40年的老师傅。那他其实功力很深，可是其实老师傅他不太会讲中文。对，其实他们就是可能不太会表达，但是你可以看出来他技术很厉害。对，那我就再花了半年去拜托师傅就是教导我们这样子，那就去考了乙级的证照。当时我在考的时候，乙级的精工师证照，全台湾不到350个人有。对，它是精工里面最高阶的证照。那因为既然我已经是20几岁才要从事这个行业，其实我就跟我自己说，我就不能再去想说失败了就怎么样，没有给自己这么多的借口，只能跟自己说，好，我2年之内我一定要考到很少人有的这个证照，然后要
不能再去想说是不是怎样，是不是怎样，而是一定要做到。所以从早上8点就在老师的工作室待到晚上8点，每天就扒着老师学东西这样子。老师的工作室里面来来往往的都是一些精工的老师傅哦，银楼的老板，然后一些可能打金的师傅。然后他们来看，他说啊，一个女生学这个啊，这么吃重，你学不了啦。就越被别人说学不了，我就越要做。就要英啱學啊！我話咁我而家講到嘅老師傅唔可以講中文，其實講河洛話，也講客話。河洛話。河洛話哦，就當老嘅師傅連中文都唔可以講嘅。講的不是很好。哦。對，會講就然後我問老師說，老師這是怎麼樣？愛黑就安內啊。我說講的跟沒有講一樣。對，但是你可以借由你跟老師的問答，他很願意教，可是他並不像學校的老師這樣子可以很完整的介紹。對，那我們就是做中學，我也會做一些記錄，然後遇到的問題就是努力的去多問老師這樣子。你啊，就當上這個感恩一下，就講，因為你係遇到當微妙一點就特別，就講，其實唔學教學，其實學教嘅老師咪當厲害。不過唔係話地講，其實就學教2門，老師2門以後，後半就係要做去尋一隻其實佢老學教嘅系統冇乜嘅困擾嘅一隻老師傅，你就講佢老師傅咪嚇，老師傅。像你個老師傅佢教人，所以你像一種武林秘籍一樣嘅，對冇？你用佢就會用嚟做就安尼啊，安尼。然後你看真嘅就當厲害，用嚟變到樣唔對安尼，然後佢就講做安尼，佢應講應做，第一講起就你看做安尼啊，然後就做出來，然後就說然後當厲害安尼。就像看到個武林高手一樣，然後彈指間，彈指間那樣，這個看到閃通，其實就一下就隔山打牛那樣，根本就搞唔清楚。不過其實做得到，所以像我們講，學教老你隻老師傅2條線都冇連起來。劉師傅在教的時候，他其實他會有很多小細節，他沒辦法講，可是你可以從他的手勢，或者是他在使用的工具上面，你可以發現到很多為什麼他做這個動作？我馬上就會跟老師說：“老師，你為什麼做這件事？”他對他們來講是很自然的，對。可是對我們來學，我們就會覺得為什麼要多這個動作？那學久了之後，就會發現原來這個動作這麼的重要，它可以減低後面你在製作上面的一些就錯誤的問題。對。但可是，在師傅在教的時候，他不會特別強調，因為他覺得那個就是這樣啊。你可以做30年呀。唔好記導遊嘅年講，樣多按準，佢做多30年啦，做一樣啊。唔過喺上年導，其實印度出來都發一樣。其實佢做一些動作，可能是一隻角度呀，一隻，佢就會用可能用大拇指呀，某個地方一樣拿定嘅，佢就做一隻手勢。嗰隻手勢就幾聽講，一件事情做得做好。唔過唔係冇看出嗰隻手勢，佢唔可以教人啊。佢最緊要講佢唔點樣教人啊，因為佢從來冇學過那樣教人那樣，佢就會做點點。所以我說了地方其實有一些咧我說其實佢一個問題啊，所以問題講按到以前台灣留下來，像你剛剛講嘅一隻做鞋嘅，做皮鞋嘅，以前台灣當到老師傅全部會做個當歸嘅皮鞋，佢點樣做個皮鞋？我慢慢全部都老嘅，老喺嗰陣當艱苦嘅當辛苦唔好，你唔願做皮鞋，慢慢你做皮鞋咧就。手工藝就磨脫咧，就磨脫咧。像你其實全部係幾十年以上嘅嗰條師傅嘅經驗，真有辦法講，因為咁樣嘅傳承，真有辦法留當同學去做下來。其實做精工嘅困難，我所以你係做係講，你喺上面做係，你係全部用新嘅方式去學。我其實攞一批要當到當厲害嘅東西，就像你去見面點。可能做嘅幾咩練咧，佢做當腰啊，當腰，佢全部做老師傅做嘅這樣做。那麼佢哋話做佢講唔出啦，佢做嘅幾十年，佢做會做啊。不過唔係年，而家像咱後生大家想講天天佢做出嚟，就冇佢按腰啊，就冇佢按講。佢做夾嘅數就係變下啲，所以有時佢經驗啦，有時佢做一隻當重要一隻關鍵嘅動作，就唔做其他動作唔冇做到。
所以迄位做无同好。其实建设林迄一只做手工产业吼，就安尼讲诶 handcraft， 安尼一只手工产业当重要一件事情。因为像个瑞士好，安尼瑞士做个机械表，知嘛？像劳力士，以前安尼咩劳力士的代工厂啊、代工产业啊，我记得师傅留下来，会不会就全部变维修人员？我可能你瑞士去看，嗰個鐘表工廠，嗰個係有系統嘅去培養，把10年、20年去培養下一隻做機械表勞力士嘅設計師，所以很重要，要做當重要。但係你就可能還冇辦法，你有代工系統，代工系統轉型冇成功，你要從零開始，好想你落來想要做呢件事情，不過當初嘅主角，你冇嗰隻系統化嘅方式來做。所以你就開始講到就講，既然有辦法一個項目，你講到喺某一資訊所嘅話，資訊所多人就會當好一個政策，無好啥你去做那種手工嘅學習，有辦法都好搞一個項目。其實像剛才我們講傳承這件事情，它為什麼很重要？是因為這個的技法它很多，那它又有安全性的問題。如果你自己學，當然我們現在很容易搜尋到一些網絡的影片。那你從影片上面，你可以知道說，哦，他怎麼焊，怎麼弄。可是，那你沒看到他受傷，你沒看到他鮮血淋淋的時候，就這邊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們看到很多老師傅他的手啊、手指頭是不見的。那這邊手上有傷，因為它是高溫的火，那可能很容易受傷。那它有所謂的職業傷害，是你看你長期看那個火，你眼睛視力都很模糊。很多老師傅他是40、50歲，眼睛已經看不清楚了，白內障或什麼之類的。那這些都是你在操作安全上面你很必須要留意的。那很多的小的技巧，包含你焊接的技巧，或者是你去搓鋸，然後去如何怎麼樣拋模成型。都亮啊，就要先打下停一下，怎麼講？因為咧下凱主講嘅部分，全部就係海端崖問題嘅地方。因為我天天做搶起來講，到底你用嚟開始去做精工設計嘅細節。因為我想你每件面輕重要嘅部分，像海端崖這樣來談，凱主你用嚟談呢件事情。學習的過程中，可能我們學一個單一技巧，可能光錘的時候，我們要拿1個禮拜的錘子，把這麼粗的金條，然後錘成這麼細，錘又細又長。做完那1個禮拜，你手都舉不起來了，你連刷牙都覺得手在抖。對啊，但是這就是功夫。對，那這就是很多你必須要從零開始去磨練的。對，必須要花很多時間，然後在很多技巧上面去精進。同埋是加上一段吼臨時留開組大團隊吼，因為時間咧要廣告嘅。不過咧，咱正經就來談一下嘅開組，用嚟講做精工嘅細節嚟件事情。我想開組唔是團，就像家一樣，順便講，唔家講到嘅，一隻老師傅夾起樹紅，連樹枝都冇睇咧，又有受傷，又行到這個做，高溫嘅木主又看唔到，好怪喏。這也算是職業傷害一種。我們也是看了很多老師傅他的一些受傷之後，你就會特別警惕，你每一步的操作要很小心。對啊，那你在機械上操作的時候，你也要非常小心，因為它的力量都是非常大的。那我們自己在學的時候，就有同學可能你鑽個戒指，你要鑲上面的鑽，先鑽一個洞的時候，連自己的手指頭都鑽一個洞了。對啊，那這個都是我們在操作上面必須要注意的安全，但是影片不會告訴你，說這個地方你要小心，那它的危險性在哪裡？就是大家看唔到嘅地方。對，那我們其實在學習的過程中，可能我們學一個單一技巧，可能光錘的時候，我們要拿1個禮拜的錘子，把這麼粗的金條，然後錘成這麼細，錘又細又長。做完那1個禮拜，你手都舉不起來了，你連刷牙都覺得手在抖。對啊，但是這就是功夫。對，那這就是很多
你必须要从零开始去磨练的。那现在其实教学影片很多，那你当然可以很速成的去完成一件东西，但你如何在每一个就是功夫的背后去把你的产品或你的作品精致化，那这就是积年累月出来的经验，必须要花很多时间，然后在很多技巧上面去精进。先问给凯卓，你好歹经过多年呢？5、6年，应该算7年了，7年了。靠到乙级执照迄多年？5年。5年的时间，所以咧5年其实你读法联这片花当多时间都会做精工两大部分，知道吗？原则上，其实是这3、4年才回到法联。做了几年这样转移法联的。好，听听你先录一段 VCR， 看一下凯珠佢读法联的工作室里边到底係點樣嘅做，加佢講嘅動得物件嘅動作，你看下 VCR。不過當然看唔到凱珠佢受傷嗰段時間，唔關你先來看動講嘅凱珠點樣做事，先看 VCR。大家看到的其實就係凱珠佢讀法聯嗰片，比較對做精工設計設計的一些畫面。其實大家應該看到，其實底部有一些特殊的技術。我想問一下凱珠講，係咪有一隻術語，還口語，你哋描述精工設計的時候一種技巧性的嗰種詞彙有冇？像我們在用火，我們就說焊接。焊接。對，把一個東西一個東西焊起來。焊接。對，堆疊焊接。那剛剛也有講到說，如何讓我們的飾品變成很亮，對，那就是要錯修。我們把它錯修，拋光。磨錯之後，它會光亮。可是你再形成一個東西，像我剛剛提到說，我們可能一個條狀，那我們要如何去讓它變成一段一段斷敲？對，斷敲，然後再切鋸，我們要拿鋸子把它切鋸下來。那它跟我們想象那個木工的工具不太一樣，對，它裡面的可能就是鐵絲，然後去鋸很硬的金屬，對。因為我有時嘅看嘅苗木當輩看嘅外國人做嘅。這個鑽戒哈，就鑲嵌嘅，當然其實用快速的嗰種縮時攝影啊，當鏡啊，不過我看嗰個過程的時候，就是然後鑽石的一個，然後這邊拋光亮，全部就做的那邊送出來幾個就是當獎的帶鑽戒一隻，可能 Tiffany 我講說咧，幾隻過程，因為個攝影的技術，然後以濃縮變到當段咧，小塊說哇，當厲害。我剛剛看嗰啲 VCR 就覺得很艱苦。像我們呢就講，冇學過一啲技術就冇辦法做。你都塗布卡底部學，因為佢係講自學咩，所以你下精工那件事情，自學是不成立的。我不能說不成立，因為一定所有的技術都是從無中生有嘛，對不對？只是
你当然有前人的经验，你是可以更快速的达到你想要的技巧。这只能是这么说，就是一定大家都是从无到有，那你如何到那个有？就是每个人不一样啊。我相信也一定很多人是不需要学就可以做，但是在学习的过程中，你获取了不同的经验，你可以更快速的达到你想要形成的创作的东西。对。其實你咧現場因為開主要帶家嘅作品嚟啊，你先看一下呢一集你先看家嘅作品因為看到呢個作品嘅時候，當然啊，你愛留呢個作品嘅前身，前身你來拿起來做一下對比，睇下看，其實你喺同一個東西上網，按嚟講，當然它材料是不一樣的，但它意象上是一樣的。好像先請給凱主來講一下，那兩個東西對應來講到底乜解係乜解呢？這個是就是哈蓋坦拔，然後它這個蟬花其實是在可能我們阿婆他們那一輩的，他們以前在幫新娘做的東西，以前比較窮苦嘛，那就是會用現有的，譬如說繡枕頭的線啊，然後做出一些工藝品，可以讓新娘添增一些喜氣。那這些蟬花的技藝其實現在已經很少看到，是因為這種材質它沒有辦法長久的流傳。那這種工藝其實漸漸在流失，也沒有人願意做這麼細緻了。那時代的變遷之後，這些很漂亮的哈嘎產伐就沒有人願意去傳承它。你說的是這個傳統的這個，這是傳統的。那其實我的思維是把我們金工的技法應用在客家蟬花上面，我們把它做轉換。那金工它的特色就是金工的特色是它可以就是比較堅固，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像百年珠寶盞，然後千年的那種寶石什麼之類的，是因為它能夠悠久流傳。那我希望說，我們把客家的精神也融入到作品裡頭，把客家即將流失的一些傳統工藝，我們用金工的技法去呈現它，讓它有機會被流傳，然後被看見。對，因為這個金工，你做的稍微的介紹一下，因為我看起來從安尼個第一年看起來吼，其實係當到線的做嚟做去的感覺。不過做得好，其實變一類發出來，因為直接是塗在後背，塗在後背是安尼做的看到，其實後背其實係用金屬的方式去做纏繞啊那樣的方式去做，所以產發咧產料是做得低啊那樣。不過我想問什麼？像呢隻客家產發、金線產發銀線的產發，你怎麼做久的？1個禮拜多吧。1個禮拜。對，已經算快的。那你懂發時間？因為其實我們在那個絲線上面的技法，其實你當從軟的線換成了硬的線，它的技法就完全不一樣。對，因為可能我們絲線輕輕這樣折，它就過去了；金屬線你輕輕這樣折，它就甩過去給你看。對，所以其實，在技法上面需要突破。可是我想保留的是傳統的精神，客家的精神，然後還有它的一些花型，像這個就是蝴蝶，它是指福氣的意思。福氣。對，那像這個是就是五福花，就是給所有來參加喜宴的妯娌呀，他們都可以有福氣帶回去。然後，對，所以其實他們每一種花型有它的意義存在。背後的一些文化象徵在後面。對，然後像這種是16，給新娘戴的。對，多子多福氣。那其實我們都希望說，在除了技藝的傳承，文化也需要被傳承。對。做在介紹，因為就凱主會有帶其他人去改作品因為呢隻作品感覺係一種殘花，好像喺這裡開始的時候來看一下其他設計的一種精工作品。韓國嘅那精工作品到底佢嘅背後有乜嘅創作的一些企圖地方？所以咧，其實咧當中有精工行得好唔好，行咧做一件事，做一故事形象。所以講那隻設計品背後有乜嘅故事，很你想愛去睇，就像安妮迪嘅 Tiffany 有一隻嘅天陽地外一隻lingo我想結做一隻故事出嚟，安尼喺度嚟看凱主佢嘅精工設計有乜嘅故事地方。所以我哋咧其實係老人嘅故鄉山水有關，義山水有關。
我一个人从早上10点摆到晚上10点，连续摆10天，最远也到了兰屿，然后垦丁也去摆过，台北几乎台湾跑了一圈。你今天出去，你也不知道有没有生意，有没有人会愿意购买你的东西，这都是未知数。但是你去害怕做这件事情之后，你就什么机会都没有，因为你连第一步踏出去你都不愿意。对，这也是我给自己的想法是，去做了才知道，不要用想的。你刚刚看到就是开主机做的就客家的金线残花哈，做出来以后我想听到我来谈嘅开主讲，就讲其实唔係單單做呢個作品的，因為你嘅前面嘅別的位哈，沒有當到你自家做嘅作品都喺前面有帶過來俾你看，好像呢套作品咩6年來6、7年來都係做嘅事情。我哋有一隻作品，你喺度安尼做嘅當配，其實係老娘嘅花蓮嘅一隻故鄉有動態嘅關係。安尼就講一下呢隻作品好咧。我們這個系列是義山水的作品。那其實當時我為了創業，其實反而離家背景去學技術，然後去謀生活。那我就想說，既然我是想要回花蓮，我真的想做一個是我思念故鄉的時候可以緬懷的作品。那這個義山水其實用的是我們花蓮在地的豐田玉，然後用豐田玉的造型配合我們金工，做出那種山與水的感覺。那其實它設計很簡單，但佩戴上面其實它有很多的方向，就是我們可以不止一個方向去佩戴，所以它光一件作品它有5種佩戴方式。那我們又可以去做一個組合造型。如果你今天參加比較華麗的場合的話，你還可以這樣子組裝去做佩戴。那其實，在設計上面，我都希望說，我們的設計不是只有一種模式，不是只有一種戴法。它除了要好戴好玩，然後也可以讓人家有一種就是抒發情懷的概念。那所以，其實我當時這個作品就獲得了經典設計獎的認證。那也很榮幸，就是希望說，除了我們自己工藝的呈現，也可以把花蓮的玉石推廣給大家認識，這樣子。所以就是喺花蓮的當地的玉這樣子。對，花蓮玉。其實台灣以前也算是產這種特殊的食材的一個地方，特別在花蓮、花東。對。那其實兩件事情喺結合的開花時嘅，說其實就對精工設計，它在材料這件事上，其實就有一隻跟其他地方不一樣的，因為按當然講，大家就用黃金來做那個設計。如果用在地嘅食材呀、玉材做嘅時嘅，那佢可能就會產出一種新的、不同的意思。當然，喺包含有當多嘅問題要解決啦。但問題要解決第一點就講，首先你要資金，資金怎麼辦？錢哪裡有了？其實剛才也有稍微提到說，就是我是這3、4年才回到花蓮做開店。那其實前面的時間都是做有點像是流浪攤販。流浪攤販，那這本警察局的這種。會跑比較現在流行的創意市集啦，因為做市場區隔。那其實從都沒有人的場，因為你可能去不用錢嘛，那他有機會讓你曝光，你就很開心的，就是去，然後去可能擺了一天2、3隻小貓過去，然後到那種就是信義區最大的場，你可能場租非常的貴，然後連擺個10天這樣子，這種場子我也都擺過，因為我一直覺得，其實創作不應該只是埋頭做，而是你要去了解市場。然後去測試你的產品是不是能夠被接受，那如何去修正你的作品可以被大家認可這件事情。所以其實前幾年我花了很多的時間去做擺攤，去做曝光，然後一方面也是籌措，就是剛剛就是高老師提到的，就是資金，每次拿到了一筆收入，就再去投進去做更多的作品。因為精工其實它的門檻相對其他的高，是資金的問題。因為我們使用的是貴金屬，那我們使用的是珠寶。我常常跟我的客人戲稱說，我戶頭都沒有錢，你看到這上面都是我的錢的，都給大家看的。這就是你的存款啊，這是你的存款，真的就是你看亮晶晶的存款。
希望大家就是看到了安良的一个不容易的这个方式。我刚刚没讲到一个重点，就讲其实你去摆摊，总的来看哦，其实唔咩单枪黑请到下一百的购买原物料的资金等等，其实在摆摊的过程里边，没有多到客人。今年下不人问讲，让我做大娘呢？做大娘演员嘛该。同时推做2件事情，对我来讲，第一个就是讲，你要去推动品牌。你要让人讲故事，像教人讲来里面来用法联的药，然后来一件事情，你要做到安样转，然后这个希望做到合规中写做到拼装在一起，所以有更多的组合方式。所以其实讲那东西是个对我来讲，唔係講係賣東西，其實你推做嘅事情很多品牌溝通嘅，你老消費者告知係講，一件事情其實佢比佢背後有一個故事都幾多嘅，所以我哋人講呢個故事係乜嘅？那件事情係講測試市場，因為品牌用講品牌推動，其實係不生意下來冇人買，叫做有問題。原則上就有問題，可能迄個挺貴嘅，咪可能講我使用嘅原物料嘅材料，你喺你還有啥你冇中意，所以其實那過程裡邊唔係講單槍對講故事做品牌，還有一部分是講你都會理解市場，就理解市場需要乜嘢，所以其實所以咧中間要經過當多問題，等陣我做等問題不開除嘅，假如更多嘅品牌，更多嘅市場營銷。全部每一3年做多的事情，你想那件事情是作为一家工作室的一3年来讲，因为他可以来冇其他合伙人呢。我是独立工作室。做独立公司是你容易面对那样的创业部分。其实因为我有帮自己设停损点，当时在学精工的时候，其实就有跟自己说，如果你30岁以前，我30岁还没有做出一点被人家认可的话。那我是不是要审视我不适合做这个行业？我的作品不成熟，我的商品不被别人认可。那所以我当时已经设好停损点了，但是我是用100%的精力去冲到你停下来的时候，看看自己是不是还站着，对，而不是躺在血泊中，对。那当时没有很多的资金，所以唯一有的是时间，唯一有的是还算年轻的体力，对，所以就去摆了刚才提到的各个场子，我一个人从早上10点摆到晚上10点，连续摆10天。那也经过这么多年，其实我最远也到了兰屿，然后垦丁也去摆过，台北几乎台湾跑了一圈。对，就是自己开着车，然后环岛开着车，然后作品全部上车之后，就是像搬家一样。对，但是那个经验是很难得的，就是你多了解了你自己的产品，而不是你自己做的开心。这跟兴趣和你成为职业是2件事情。你做兴趣，你开心就好。可是当人家愿意花钱掏出来买的时候，他就不是你开心就好，而是他要开心嘛。对，所以其实这些也变成是我在作品累积上面和产品修正上面一个帮助。虽然过程很辛苦，因为可能有一餐没一餐，那你今天出去你也不知道有没有生意，有没有人会愿意购买你的东西，这都是未知数。但是你一旦去害怕说，你去害怕做这件事情之后，你就什么机会都没有，因为你连第一步踏出去你都不愿意，那你就更何况知道说别人是不是愿意掏出口袋的钱。对，这也是我给自己的想法是，去做了才知道，不要用想的。就像学工艺一样，你用想的它不会开出一朵花，你真的苦干实干慢慢产，1个礼拜开出1朵也可以嘛。其實1個禮拜可以開出1蕊花來，做得賣出1蕊花。一張年沒有新班的女人，所以做得行下去啦。所以講當然唔係講當好行，也係一條唔好行嘅路。不過我想，精工本來就係一個高成本、高技術、高思維。講高思維係乜嘅？就講你要相當到市場品牌長遠規劃安樣嘅事情，真係辦法去做到。所以我其實就會想一件事情，就是講開出了這個投入到安樣嘅產業裡邊去，一定要當到創作嘅源頭走出來。所以我就是當上嘅，其實學嘅生物科技學按多年，
生物科技对你个创作干冇影响、冇帮助？当然是有咯。其实我还蛮喜欢生物科技的。我当时在制作的专题是牛樟芝，台湾特有种。那你知道它要长成一个牛樟芝要花多久时间吗？7、8个月。7、8个月，才一小点，一小点，对，它是算是真菌里面长得最慢的，所以它这么贵。但是也是因为这样子的过程，我学会了就是去做、去等待。你一定要等待它最后的成果。你前面如果没有大量的接菌、大量的做，你怎么知道谁会长出来，谁不会长出来？这也是我觉得做研究的精神。你来做公益，你愿意花时间去做。那其实，在我自己的以前生技的领域里面，其实我之所以喜欢这行业，是因为我觉得它是对人有帮助的，它是对生命有帮助的。所以在我后面的创作里面，其实我也做了很多是跟生命有主题相关的一些作品，像可能做 DNA 的造型、噬菌体的造型。其实我不能说它没有关系，我觉得它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也会变成我创作的灵感的一部分。其实他开专来讲啊，就较放心一些，因为啊，知道想要做好一只精工设计，佢一定有当创业的美学，做得咩好去完成。做一只长期的精工设计，任何艺术创作嚟讲，喺佢冇一只源头度嘅，帮佢发想嘅设计点嚟讲，所以佢點解行到一只前面唔好行出路來一隻情況去。所以家堂嘅人講做，佢要用就講生物科技安樣嘅方式去想，就像可能以漢擺開出一點樣想的一種方式，可能佢用一種生物科技顯微鏡底下看到的形狀來設計佢嘅精工作品，沒有可能佢用一種特殊的生物科技的邏輯概念去想辦法做出一種做得用組合式的方式去呈現的精工設計品。因為佢就講誒牛樟芝台灣特有種，7、8、3年長出生出一些的樣一些的東西，所以我想要做係輕困難的部分，不過我知道其實要做係對台灣的新一批的後生年當中一點，所以希望大家通入擺開做嘅規則嘅嘅精工設計嘅人生以後，咪做得尋到一個挺想嘅行嘅條路。然後堅持下去，今日謝謝凱祖到你節目裡邊來，謝謝你。謝謝。精工設計師楊凱祖，從山老水嘅中間生出一棵樹，開始選定金屬、顏色作為佢創作嘅材料，為咗了解台灣嘅精工設計做得行到哪位，佢開定菜。從清北部的地方行到清南部的地方，聽聽佢老闆娘講，佢係馬山，佢到哪邊來？佢用剪線慢慢的纏繞，一圈又一圈，纏繞出客家一蕊花。不管過10年、20年，這蕊花會因開到山老水的中間。